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只叫做 Lucky 的比特犬，伫短短11天内，为车窗跳出来，甲两个咧停红灯的骑士共夹着伤。讲这个狗主人的后生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营运长，伊伫咧昨深夜发声明来道歉，讲造成社会不安，已真歹势。伊讲除了伊的爸爸之外，因厝内底的人拢无法度亲近 Lucky。 啊嘛，因为 Lucky 较歹有攻击性，伊有请老爸爱妥善来管理。啊，那动保处是一直到昨才来做出着裁罚，到今仔日中昼才甲狗仔带走，一度传出有议员来关说，不过动保处甲散发局拢讲无这个代志。 骑机车民众当时在地，比着犬前面了解潘庆庆六拐杠架，主人伫咧边厢有无法，这只比着犬早着伫咧6号就把失控跳车窗甲人家，佮传出敢有疑犯出来收钱，狗仔则无妨无一带走，过无几天伊搁再犯案。 才经过11天，共一只比特犬搁甲人家引起社会公论。主人身份去网友找出来，那昨暝10点半，伫咧爱州38万民众的法律白话文运动营运长发声明，讲这只 Lucky 是伊的爸爸饲的。甚至营运长讲，面对批评和指教，伊完全虚心接受。嘛说明除了爸爸以外，家己和厝里人拢无法度亲近这只 Lucky。真侪摆考劝爸爸爱好好管理，即马爸爸。 当伫咧和两位受害者谈赔偿，卖面对裁罚的处分，就要讲到涉嫌讲情的代志，不市动保处来驳回，造成社会纷扰和不安，感觉真歹势。也跟动保处这边再三的确认过，如同动保处昨天对媒体的说明，没有议员官说的这样子的事情。 特别是县级发展局嘛出面驳回这个条件，不过先做2这2济天才甲主人处罚。来看时间点 ，Lucky 6号就捌伫咧文山区跳窗仔甲人家，互伤者空嘴不人，恐惊影响伊未来行路。昨伫咧大安区搁一摆甲人家，动保处点指至11天才针对第一摆犯案罚14万，嘛没接这只狗仔。不过过11天，共一只比特犬搁一摆甲人家，敢若因为受济人看袂做。 动保处共一天半暝啊，才个改喙，从9万增加到15万，全部拢总罚20万，嘛带走这只狗仔，因为是第2摆犯案，所以才会严办。我昨天也立即要求动保处即刻检讨相关的裁罚的作业程序。 细节民众拢感觉真寒，动保处裁罚的金额才会有关。比特犬乌白甲人家，互2人受伤，主人的后生发声明回说咧，希望大家莫生气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